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要介紹一種席捲全球嘅超級食物，佢擁有悠久嘅食用歷史，近年嚟更加成為保健嘅新星。喺美國上市之後，迅速登上荷里活明星嘅採購清單，掀起咗健康減重嘅潮流。佢被譽為係 Dietary Dream Food，深受北美運動員同醫師嘅推崇。點解咁細嘅一粒小種子會備受推崇？我哋一齊去了解下。奇亞籽係欠歐鼠尾草嘅種子，原產喺墨西哥同危地馬拉。喺古代，瑪雅人同阿茲特克人將佢視為重要嘅能量來源。墨西哥塔拉烏馬拉長跑族更加以奇亞籽作為秘密武器，佢哋會飲用一種由奇亞籽、檸檬汁同水調製嘅飲品，據講能夠顯著咁提升耐力。印第安人就以多種方式食用奇亞籽啦，例如用水浸泡之後飲用，研磨成為粉，又或者榨油作為主食甚至藥用。此外，16世紀文獻記載，奇亞籽仲被用嚟提煉高品質畫作用嘅油，讓畫作更加具光澤同持久性。奇亞籽有好高嘅食用價值，可以帶嚟抗老化、護心血管、控制血糖等等嘅諸多好處，但係要小心啊，唔好一口氣食太多。可以營養諮詢中心嘅營養師蔡宜芳表示，奇亞籽屬於堅果種子類，因此含量最多嘅亦都係油脂，以 alpha 次亞麻油酸居多。佢係一種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脂肪酸具有抗發炎嘅效果，可以減緩人體嘅慢性發炎，仲有助於降血壓，避免血液凝結，可以保護心血管同預防中風。Omega-3 脂肪酸喺人體內會被代謝為 EPA、DHA、EPA， 有助循環順暢。DHA 可以改善記憶力衰退。但係植物性嘅 Omega-3 脂肪酸代謝效率比唔上魚油，因此如果有改善記憶嘅需求，蔡宜芳建議仍然以魚油為主。同其他堅果相比，奇亞籽含有更加高嘅膳食纖維，一小茶匙大約5克嘅未泡開嘅奇亞籽，佢嘅膳食纖維含量相當於一小盤大約100克嘅椰菜，亦都等於一日1/3嘅纖維量。奇亞籽大部分纖維係水溶性纖維，所以奇亞籽吸水之後會膨脹，變成凝膠狀。水溶性膳食纖維可以延緩糖類嘅消化同吸收，穩定飯後血糖嘅水平，仲能夠減少腸道對膽固醇嘅吸收同排出壞膽固醇。我哋喺食用奇亞籽嘅時候係成粒種子咁食噶，而種子最有營養嘅地方就係佢嘅殼，含有抗氧化嘅植化素，例如咖啡酸、綠原酸、橘皮素、山內酚。身體裏面嘅自由基太多，會破壞體內嘅細胞，加速衰老同增加患病嘅風險。奇亞籽嘅呢一啲抗氧化營養素可以減少自由基帶嚟嘅傷害，達到抗老化、預防癌症嘅目的。奇亞籽仲含有多種基本嘅礦物質，比如話鈣、鎂、鐵。事實上，奇亞籽提供嘅呢一啲營養素遠超常見嘅食物，例如話100克嘅奇亞籽嘅鈣含量就係牛奶嘅4至6倍，係小麥、燕麥、玉米或者米嘅12倍。鐵嘅含量更加係比扁豆、菠菜同肝臟高出1.8至到6倍。鈣同鎂仲有助降血壓，並且能夠令到肌肉放鬆、精神安定，以及將色氨酸轉換成褪黑激素，進而幫助睡眠。奇亞籽可以延緩血糖上升，當餐後血糖升降得太快，會讓脂肪容易儲存。此外，佢仲能夠提供飽足感。雖然奇亞籽係油脂類嘅食物，但係一茶匙嘅奇亞籽佢嘅熱量僅僅係有25大卡，浸泡之後仲能夠食得好飽。奇亞籽嘅蛋白質含量高過小麥、
燕麥或者藜麥，屬於未被充分利用嘅準穀物，不含有麩質，適合對麩質敏感嘅人士。從事奇亞籽研究已經將近20年嘅韋恩寇茨博士話，佢每日都會食用奇亞籽，而且仲經常同人講，奇亞籽係一種可以隨個人喜好以任意嘅方式食用嘅健康食品。你可以將佢混入去沙律、魚甚至骨子汁裏面，就係咁簡單，冇任何嘅限制。由於奇亞籽嘅味道相當清淡，因此同好多嘅食物都可以配搭，非常容易融入喺食物之中。以下為大家介紹幾種奇亞籽健康又簡單嘅食法同做法啦。如果只係食由凍滾水泡開嘅奇亞籽，當下會覺得好飽，但係呢個肚好快又會餓返，仲容易有空虛感。相比之下呢，豆漿、乳酪係蛋白質高嘅食物，就唔會咁快覺得肚餓啦。但係奇亞籽唔推薦用果汁去泡發，因為有糖分較高嘅問題。蔡宜芳話唔建議食奇亞籽又加糖，咁樣會令好處打折扣㗎。奇亞籽可以用嚟做麵包，建議你製作嘅時候仲可以再加入向日葵籽、芝麻、亞麻籽等嘅穀物，讓你嘅麵包更加健康美味。做好嘅麵包可以切片，做成牛油果、果醬或者火雞三文治。如果時間好趕，簡單咁塗上奶油呢，亦都會非常美味㗎。用奇亞籽呢，可以輕鬆咁製作出美味嘅果醬㗎。奇亞籽放入去液體度之後會產生黏稠性，所以呢，製作奇亞籽果醬嘅時候呢，可以唔需要加入果膠，只係需要加入你中意嘅水果就得啦。以藍莓果醬為例啦，喺鍋裏面倒入幾杯藍莓以及一啲蜂蜜或者楓糖，跟住加入1/4杯嘅奇亞籽一齊去煮佢，用中低火慢慢煮到果醬變得濃稠，完成之後再分裝喺果醬樽裏面就可以啦。材料啦，有4/3杯黑莓、覆盤子或者切塊嘅芒果，新鮮或者冷凍嘅都可以，分成2份。1杯無糖杏仁奶或者牛奶，1/4杯奇亞籽，1湯匙純楓糖漿，4/3茶匙香草精，1/2杯全脂原味嘅希臘酸奶，1/4杯格蘭諾拉麥片。做法就係將1/4杯水果同牛奶喺攪拌機中打成糊狀，之後掛入去碗度，再加入奇亞籽、楓糖漿同香草精，冚好個蓋，冷藏至少8小時，最多3日。食用嘅時候就灑上格蘭諾拉麥片。由於奇亞籽嘅纖維含量好高，一口氣食太多嘅話，可能會導致便秘、腹瀉、腹脹同脹氣。營養師蔡宜芳話，一日食20克嘅奇亞籽咧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咧就要分次食用啦。例如一次咧就食5克，尤其就係腸胃唔好嘅人。奇亞籽唔能夠直接食未泡發㗎，會有窒息嘅危險。過去曾經有人直接食乾燥嘅奇亞籽，跟住飲水，結果奇亞籽吸水之後膨脹，造成卡住喺食道嘅案例。因此食奇亞籽嘅時候，一定要將種子浸泡5至10分鐘，等泡發之後再食。有一啲人食奇亞籽呢，仲要特別留意。蔡宜芳表示，平時食嘢就容易脹氣嘅人，食奇亞籽係一定會脹㗎，因為呢一類人嘅腸道菌可能壞菌偏多，容易產氣，造成一口氣食太多纖維就會脹氣啦。建議容易脹氣嘅人，啱啱開始食奇亞籽嘅時候，首先就食少量，睇下有冇脹氣。有嚴重便秘嘅人，食奇亞籽亦都容易脹氣，因為奇亞籽嘅纖維好多，如果水分冇補足嘅話，反而會加重便秘。
就好似小朋友食果凍會容易有啃塞嘅危險，年長嘅人同吞嚥有問題嘅人，奇亞籽就要泡稀一啲啦，而且仲要細細啖咁飲，唔可以泡得太濃。正在服用降血壓藥嘅人士就要拉開服藥同食用奇亞籽嘅時間，因為奇亞籽可能會影響藥物嘅代謝，令到血壓降得太低。奇亞籽從古代到現代，始終以佢嘅卓越營養價值造福人類。無論係提升心臟健康、改善腸道功能，還是係補充多元營養，呢一粒小小嘅種子都能夠輕鬆融入日常嘅飲食。試下將奇亞籽加入去你嘅餐點裏面啦，體驗一下健康嘅新生活。好啦，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嘅內容，請點讚、訂閱，同時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你嘅奇亞籽食用妙招。我哋下期節目見。